唔用要行暗慢哦。哎呀，欢迎收看《乡亲同乐会》，大家来相会。我是客家乡亲朱慧君。大家好，我是客家小王子吴永平。哎，人唔听我讲嘛嘅？我讲你用要行暗慢呐。啊，天天嚟行啊。哦，讲跌倒。細妹人冇行人加上我們從細漢年已經表出來嘅啊。今日嘅表演吼，咩係動精彩。係啊，就係啲其他人今日準備嘅內容。今日準備有3位。好，大家等等下。等下你夠精彩哦，吼。嘿，接下來介紹吼。比賽之前。評審欣賞。歡迎 PV。歌謠班欣賞，蔡梅秋欣賞。說唱界翹楚。恰少年欣賞，歌謠班欣賞，總彩你欣賞。啊，今日嚟考試啊，係咪？係，今日吼，給你大開眼界。又要大開眼界。今天有人要表演嗎？有咯。有喎。有咯，我安排。欣賞哦。精心安排的。好，我等等嚟看，觀眾朋友你嘛等等嚟看。好，接下來看T組嘅表演。參賽者表演體由評審判分數，3位評審每個人各有50點呢，每10點呢代表獎金100萬元，係講得到滿分50點，就做得到獎金2000元咯。
辛苦你。老太子敢问候一下。系千里之中陆金生，大家代表中国学术会向大家问安。老理事长吼，请有会本老理事长问安度，哎呀，安胎旁的人啊，你是如何让他们去培养各自的一个默契？拿到乌头班的默契吼，都在讲，一整年啦，今年贵年头都是大礼拜是跳跳舞的。大礼拜一年都全部是跳跳的跳舞。你们一年的青春都花费在刚刚这首歌里面啊！系啊，所以当感谢你要到读啊，乡亲朋友来支持乌头班，就练一首歌曲。嘿，这条练书萝卜头。理事长啊，你好狠啊！一年的时间啊，一年的时间，拢练一首歌诶，哎呀，一年要表演一多摆。表演一摆，必须一摆。所以你今年就会报名向前途老兵，就比较见面。第一摆双天是海盲比赛啊，对，海盲比赛。海盲比赛，你们是第一次亮相给你们看的。哦，这么厉害！有亮片做暖身海盲比赛是我们第一次亮相。哎呀，你给我感动到起鸡皮疙瘩呢！那条头公的，你们刚刚的演出真的很像是以这种数百场那一种很累积了很多经验，还没有比赛。所以刚刚也是在练习吗？对，没啦，就是抱着很大的诚意说给我们客家乡亲同会给全国观众大台卡好，抢先看，抢先看到，刚刚你给了抢先听，有请小林老师。哇，我真今日看到一排表演，我真的吓到哎，澎湃，因为我们真今大摆去评审啊，第一摆看到吼。业余的团队表演都按专业新梦。事先讲人家的服装，那就没有话讲道具用心，然后规则个舞台总都黏嘛，饱满，很丰富，没有一点空隙，真的。然后人家题目很多寒冬送暖嘛，你看一出来跟音乐非常的磅礴，你是有分那一种少西的音乐，很快乐、开心，然后每一个，尤其他们的笑容，我真的爱死了，都不是按鸟。做的，对，很自然的，我觉得真的很棒。然后刚刚给理事长讲，人家都一年这样表演一都跳大上，练着跳舞的，跳大上，以你们的水准啊，那今后有客家表演呢，甚至不是客家的舞台。站上去，它就是一个很专业的表演，要多去表演，他你看到人家的，真的很棒。理事长啊，带头都大家去出去表演，甚至都在国外去表演，谢谢，看分数啦哈，看到那个上面评审现场，那个舞台班得多几多嘅分数咧。茶心将暖啊，很冲为心肠。代表俺的新北市啊，可以参加国泰的歌唱比赛。成绩拢真好，系咪？错。得多幾多嘅分數咧？3、滿分，才美老師，3、4分，謝謝，獎金，直接跳。哎呦，冇問題啊！恭喜大家哈，嘿，這都15分，15分滿分有2000球紅包。我要同向前同學講嚇，我講你要上電視台，向前同樂會電視台。目前因為愛上啦，之前咧應該2000咧有滿本啦。係啊，咁冇人哋本嚟好。所以大家為咗客家嘅文化傳承，所以一天愛上。理事長說話，俺哋就會談，對冇？理事長咁話呢，俺哋先來看下嚟看海族嘅表演。好，恭喜大家哈！來，海族嘅表演來。
四方，留来人儿做家庄，蚕草唱歌为狗娘，汗流满浪望春江，爱冲日记，爱扎日航，山高茶入穷乐庄，云高高风转流，葱花一条色光芒，公婆相逢放羊，混进有梦啊，唔为nghiệp在堂。天张光，白空藏，宽多雷公塔绕旁，高建窗多远航，茶头高太阳无数爱街浪，花清香草柔长，路大草花色衣裳，东边看晚西乡，茶心江门啊，很穷为心肠，三望杂茶穿四方，流泪人儿做家庄，蚕草唱歌为狗娘，汗流满浪望春江，爱冲日记，爱扎日航，山高茶入穷乐庄，云高高风转流，葱花一条色光芒，公婆相逢放羊，混进有梦啊，唔为nghiệp在堂。重赏鼓励，阿妹，阿妹姐，青蒿帅哥葱果的。美女，大家好。哎呀，你好西姑美女的啦，哎呀，哦，只代表我哋呢新北市啊，可以参加国泰的歌唱比赛。哎，哦，成绩拢真好，系咪？错，我当好位好比赛，唔免講考比賽啦，考唱歌啦當位唱客家歌咧。哦，马嘅歌拢曉得，客家歌马嘅歌拢曉得，還會唱三大調，較好唱三大調。唱。哎呦，因為韻味啊係啦，三大調唱起來看到較適合唔較快樂。頭下唱嘅快樂嘅歌曲係嗯，唱同樣版呢，你唱先生。誒，你嘅總先生來公平一下。因為帶來嘅歌叫茶山音樂，要是歌嘅大家都真會唱，大家有糖嘅事，真好吼，眼線嘅以後，你也會比吼，比起來也看到一塊咯，然後聽下講嘅真快樂，但是有一點做得讓你驚訝嘅吼，就講你根本做嘅什麼係親講啦，但是喺茶山有茶山莊，有行得好啲嘅哦，哎呦，哦，行過第二點呢，你做得老嘅氣吼。大條嘅冇吼，大一絲絲可嘅，以大哦。大一絲絲嘅錯，大一隻差唔多。我可能他高音嘛。你唱三大跳唱關西嘅啦，三大跳本來做下高尚，但是你要唱啲流行歌曲，要對到 key，對到 key 來唱吼，你就行下唱行下讚。哎呀，點喎？好，嗬，謝謝，繼續加油啦！謝謝，都加油，謝謝，好。跟住嚟看下佢哋唱嘅分數，好，有到好嘅分數冇？評審先生搶分數，13、14勝，謝謝，可以哦，獎金拿出來，謝謝。獎金2000條啦，嗬，準備去買貴神嘅茶山莊。謝謝，安子生，嗨上嚟啊！好，今日個質量嚟好。好，冇問題，等下。那咪迄啲就我都過嚟報名。一天呢，好，謝謝。好，什麼嘢？來看孩子嘅表演。
一雷两雷三雷发，四雷五雷六雷发，七雷八雷九雷发，十雷八雷千雷发，青豆发青豆发，结胸下变做一雷小球发，小球发色木多。粉色、白色、黄色、老球色，你爱马嘅色嘅花，买一盆种我卡，也嘅跳舞本你看，同你鬼拳比了盆喇叭，西西缝缝一种台，年年读书你呀来。你拖3年不识字，我拖3年真秀才。林子处，心本善，骑脚头，跪佛塔，叫头来冰冰铲，强盖妹儿做阿蛋。掌声鼓励！哇！小萌太嘎，来，认真欣赏你吼。哎，你係孫五嘅哦。係我嘅孫五嘅。哎，都是可是搞孫五都是可是搞伊那個算是說唱啊。哦，說唱。其實吼，我平常時出世是學啊，我就見提講，冇想到9月初嘅時節，同我那個協會有一個表演，臨時臨夜哦。2禮拜，佢就停嚟上台，就按呢，佢阿興趣就帶出來，帶出來吼，呀個暑假呢，佢咪要停嚟鄉下唱哦，我唱平常時我係要搞幾年童謠嘅時節，我自家在寫一啲細套呢本記嚟念，係我嘅寫阿妹曉得念哦，先生要講過，阿妹阿婆要講過，阿婆要講過，老祖你曉得念錯冇？好，你念100本睇下聽，好冇？嚟。老祖，這棟有這時，南北極美，這東滾。無論仲下也讀書，也愛兔子，正上有這下。上天姊妹聽了有這戲，山珍海味全落肚呀，全落肚。哇！哎呦，講到以後呢，馬上說，馬上來呢。係呀。哦，那小朋友是有慧根的。有。哦，哎呦，來談看你個評審欣賞吼，咁幫人講，來，請問你個蔡老師。看到了一幕哈，你真給講一句話，客家有希望。田妹妹、田小妹妹，對不對？你好棒哦！太棒了！佢個扮了猜啊，起點穩，絲清楚。錯，而你希望主動也條身上，主要做誒家長，哈，當好。以身作則，真係加油！哎呦，我想我談看那個車先生吼，那個說唱界的翹楚，來指點一下好咧。因為看到佢有家講嘅吼，係旁頭，客家旁頭，誒個欣賞書行拿係3塊板，好就大節奏很多的假髮用哈。我知道最難得就係。阿婆哦，烏卡你客家話就都烏卡可以是講嘛，不管學教有限，烏卡哦，不管爸爸係媽媽，萬年咩客家人有一隻很講嘅話哦，義不壓身，你3歲就做得講安樣，念謠做得講下話，節奏主要有節奏感，喺呢邊改個客家話先都當好。先都當好。安子生欣賞安子生。哎呀，前面看那個孫女黨。哦，得到幾多嘅分數咧？來，3位老師請。孫五黨啊，14分。安子生欣賞安子。老師，你幹嘛？你會加一朵？我好想加一個燈哦。可以加，你可以加錢啊。加錢好。等一下，可以加一張紅包。可以加一張。欣賞安子生。哎，老師是說看到你這樣子很棒。太棒了。你要跟老師說什麼？安子生。
谢谢安子生。好，来，哇，拿点2只手。电视机观众朋友，唔看到，可以秀你的才艺，唔想表演乜嘅就表演乜嘅。最重要嘅就係拿獎金咯，夾打電話嚟報名拿獎金哈。冇唔錯，今日咩什麼？感謝你嘅什麼評審欣賞，還有今日嘅表演者，哦，你辛苦咯。哎呦，向前同到邊啊？太假來上邊，再見。